上個星期我哋過耶穌升天嘅瞻禮，我上個星期就話升天一個階段嘅結束，另外一個新階段嘅開始吓。耶穌而家自己唔做，派門徒去做佢一路做緊嘅嘢，所以升天令到門徒有一個任務出去代耶穌基督傳福音。咁我上一次就問升天同你有啲咩關係啊？既然耶穌升天，耶穌唔去做佢做開嘅嘢，而家就係輪到我哋去做，所以每個人都有責任去用我哋每個人嘅方式去傳福音。今日就係五旬節，聖神降臨嘅日子我哋可以問翻同樣嘅問題一個重要嘅日子，聖神嘅瞻禮日，帶出咗個乜嘢信息俾我哋呢？我哋過呢個節日或者領受聖神之後，同我有啲咩嘢關係？不妨又用呢個嚟做主題，我哋反省聖神同我哋每一個基督徒嘅關係。我睇呢三篇讀經嘅時候，我就用佢哋發展嘅時間順序咁樣去講。咁三篇應該最早就係福音嗰篇，因為耶穌顯現俾門徒，係復活晚上耶穌顯現俾門徒，門徒嘅狀態唔係咁好啦，因為害怕猶太人，好清楚害怕驚，要躲避，唔敢出嚟，同埋心裏邊一驚呢，佢好唔平安，所以復活嘅基督第一樣嘢就祝門徒平安，祝你哋平安。耶穌冇譴責，本來抵鬧㗎耶穌苦難嘅時候，起碼馬爾谷福音話啲門徒走晒，留低耶穌自己一個去面對復活之後嘅耶穌，唔需要譴責門徒啦，因為佢已經戰勝一切，特別戰勝罪惡。佢跟住起碼若望福音就話耶穌派遣佢哋，派遣嘅時候噓一口氣，將聖神賜俾佢哋，呢個係好明顯嘅領受聖神吧。叫佢哋領受聖神，跟住講嗰句話係乜嘢？你哋赦免邊個嘅罪，邊個嘅罪得到赦免。呢度俾到一個接受聖神嘅人係要出去代耶穌基督去寬恕赦免別人嘅罪。呢個就係我就發現啦。首先聖神同你有啲咩關係啊？話一個領受咗聖神嘅人應該時時懷住寬恕嘅心。如果你仍然唔能夠寬恕某啲人呢，即係話一係未有聖神喺你度啦，聖神喺你度，你唔敢按照聖神嘅意思去做啦，你仍然耿耿於懷，放唔低一啲嘢，所以你係需要聖神。如果你發現有啲人我真係好難寬恕，睇到佢我就憎死㗎，咁如果係咁嘅話，祈求聖神幫你啊！聖神嘅能力就使到你能夠放得低，你能夠寬恕，你要做修和嘅大事。呢個係耶穌基督俾門徒嘅一個清晰嘅任務，你哋赦免邊個嘅罪，邊個嘅罪得到赦免。所以第一篇話我哋話順序咁樣睇福音俾到我哋嘅信息，領受聖神嘅人必須有一種寬恕嘅心，好似主寬恕咗我哋一樣。所以第一篇讀經好，第二篇順序呢就係宗徒大事錄如果我哋咁樣睇呢個罪，本來門徒已經領受咗聖神喎，點解又嚟一次五旬節，再過多一段時候50日耶穌復活之後50日先至聖神降臨大概有啲意思嘅。五旬節係猶太人一個重要嘅節日，三大節日逾越節、五旬節同埋帳棚節。五旬節係乜呢？最原始嘅就係逾越節後嘅50日，以色列人就去到西奈山，梅瑟上山同佢哋訂立盟約，一個新嘅開始。五旬節，所以以後以色列人都記住逾越節離開咗埃及50日，喺山上同天主訂立盟約，
我哋係天主嘅選民，好驕傲嚇，認為自己係天主嘅選民，係一個新嘅時代。另外一點，當以色列人去到福地定居之後，就開始農作，即係農耕，唔再係好似遊牧民族咁通道40年喺曠野係遊牧民族嚇。入到去福地就開始農耕，農耕呢就有農作物，農作物就係天主令到呢啲植物成長，使到佢哋有嘢食，所以以色列人好曉得將農作物喺五旬節日獻俾天主，表示一種感恩。而家我哋定居咗啦，生活穩定啦。既然天主賞賜呢啲嘢俾我，時時懷住感恩嘅心去生活。嗱，呢個係最初猶太人五旬節嘅意思。所以聖神選擇五旬節嗰日降臨喺宗徒身上，都有呢個咁樣嘅意思嚇。一個新嘅時代，一啲新嘅使命，然後佢哋時時應該懷住感恩嘅心去接受呢個派遣。好，聖神降臨嘅時候，有啲嘢發生啊！大家都知道，好震撼嘅，聽到暴風嘅聲音啦，感受到房屋嘅震動啦，睇到火舌停留喺人嘅頭上啦，即係話視覺又好，聽覺又好，觸覺又好，你都感受到聖神嚟咗啊！即係話唔能夠錯誤地感受到聖神嘅臨在喺嗰度啊！不妨發生咗啲乜嘢事啊？領受咗聖神之後，佢哋就立刻出去宣講。最有或者話最震撼嘅呢，除咗聽到、見到、感覺得到之外，就係聽到呢啲宗徒所宣講嘅嘢呢，係用佢哋每個人嘅方言去講。嗱，呢個就係好震撼啦！呢度宗徒大事錄度講清楚，有啲乜嘢人喺度嚇？有歐洲人啦，有亞洲人啦，有非洲人啦，有阿拉伯人，乜嘢人種都有。佢哋五旬節嘅時候入去耶路撒冷，好多嚟過節㗎嚇。但係過節嘅人係嚟自四方八面嘅人。本來呢啲人嚟嘅時候，各有各自己嘅語言，係溝通唔到嘅。我諗你哋溝通唔到，俾你哋一個乜嘢嘅感受？你哋去到一個外國嘅地方，特別係緊急時候，傾唔到、講唔到、表達唔到呢，就係好猛嘅。啊，當然啦，而家有手機同你立刻 translate 啦，而家立刻唔同咗啦。但係冇嘅時候呢，你發覺呢係你表達唔到，係令到人冇一種感受唔到彼此之間有一份共融。好難啊！所以呢度呢，每個人聽到自己嘅方言，聽到同一嘅信息，係表達聖神為人，即係本來係嚟自各個唔同民族嘅人，能夠聽到同一嘅信息，喺裏邊包含一種共融喺度。所以聖神為人帶嚟共融，大家聽唔到對方嘅說話呢，係隔膜嘅。但係你聽到同一樣嘢呢，係就有呢份共融喺度。聖神為人帶嚟共融啊！不妨又注意喺呢個五旬節日上邊一個好特別嘅，你見得到嘅形象就係火舌啊！點解有火舌停留喺啲人嘅頭上，表達啲乜嘢嘢呢？點解用火舌啊？有一個象徵性嘅意義嚇，你可以想象，火係我嚟做乜？火係熾熱嘅嚇，係能夠表達熱心啦，能夠表達愛啦，啊，有一個咁樣嘅意思。舌頭呢，一定係我嚟做乜啦？你一諗起舌頭，諗起講嘢啊，你需要舌頭去講嘢，所以今日用火舌表達一啲嘢呢，聖神係希望門徒用說話去帶出一啲信息，所以都讓我哋用我哋自己嘅舌頭嚇，聖神同我嘅關係，用我哋嘅舌頭去為主去傳福音。呢個係五旬節
呢個節日俾到宗徒嘅好明顯嘅一種能力都希望我哋感受到呢一樣嘢。好，第三篇嚟自格林多人前書。格林多人前書，保祿一開始就咁樣講如果冇聖神，冇人能夠稱耶穌是主。呢個係我哋信仰最基本嘅，信仰最基本就係承認耶穌係我嘅救主。但係如果冇聖神呢，你講唔出呢句話。呢個就係你有時發現自己同別人，或者你屋企唔係個個都係教友，或者你身邊嘅朋友好多唔係教友，你話佢同你有啲乜嘢咁唔同呢？最唔同嘅就係呢一點，因為你承認耶穌係你嘅主，佢哋冇，呢個係最基本。所以點解我有佢冇啊？咁我哋又話感恩啦，係聖神推動你先至有咁樣嘅能力去信耶穌是主。所以你側邊嘅人未有呢一樣嘢，為佢哋祈求啦，希望聖神有一日都能夠嚟到佢身上，能夠好似你一樣承認耶穌是主，係靠聖神。所以如果你哋嘅朋友啊、子弟當中有啲人硬係講來講去都唔信，咁我就會話求聖神啦，係聖神，唔係靠你。你最多能夠為基督作見證啫，係聖神推動佢去講耶穌是主。好，有咗聖神喺度，保祿繼續講，用身體做比喻去講。教會好似一個身體一樣，有唔同嘅肢體，唔同嘅肢體各有各嘅作用。聖神就係使到每一個肢體有佢自己嘅作用。每個人喺教會裏邊都有一種任務去擔當嘅，人人都唔相同，所以教會裏邊需要各式各樣嘅肢體嘅運作。所以我哋求聖神幫助自己能夠喺教會裏邊擔當自己應該有嘅角色。好，我哋反省呢個主題我哋話聖神同我究竟有啲咩關係？頭先都講咗唔少噶啦，每一篇都能夠帶出聖神同我嘅關係，叫我哋去寬恕，叫我哋共融宣講等等。我今日反省嗰陣特別想講一樣嘢。通常五旬節呢就係領堅振嘅時候，領堅振傳統就會咁樣講你領受聖神，你而家做耶穌基督嘅傭兵。從前係咁樣講啊嘛，傭兵。點解帶出一個咁樣嘅信息？點解講傭兵我覺得個勇字係幾緊要。有時我哋嘅信仰呢就係好隱蔽，我哋收埋喺自己裏邊，我哋就係缺乏咗一少少勇氣，讓人哋知道你係一個基督徒我哋唔知點解硬係有時就缺乏咗一啲嘢。不妨我哋今日多啲去反省呢樣嘢你諗下，你有冇一個做咁樣嘅經驗如果你突然之間發覺你身邊嘅同事係一個教友嘅時候，你係唔係一種驚喜嘅？原來佢都係教友喎。你有冇咁樣嘅經驗即係好耐做同事做朋友都唔知佢係教徒，有一日無意之中發現佢係教友呢，你有一種驚喜嘅。原來我同佢有一個共同嘅信仰，我哋大家都係信耶穌基督。如果你有呢種經驗嘅話，點解我就話點解你唔多啲讓人哋知道你係教友呢？我哋好似有啲害怕，硬係缺乏咗一啲勇氣喺人面前承認自己係教友。所以不妨今日我哋講聖神同你嘅關係嘅時候，不妨求聖神俾你呢一份勇氣喺生活上唔怕承認自己係教友。我好喜歡嗰啲承認自己係教友嘅人嘅。我昨日就坐地鐵嘅時候就見到一個咁樣嘅現象
一個年輕嘅，我諗係中學生啦，女仔上地鐵，同普通嘅人冇乜分別㗎吓。但係佢突然之間跌咗個手機，佢執翻。但係我一望佢個手機咧，我就見到啲咩嘢咧？見到手機裏邊一個耶穌聖心像喺度。你哋好多人都願意擺一啲自己嘅相啊，或者有啲靚嘅嘢你喜歡嘅擺喺你嘅手機嗰度嚇。咁呢個小朋友跌咗呢，竟然跌，俾我一望到耶穌聖心我立刻為佢祈禱呢個人都同我一樣，耶穌聖心一定係天主教徒啦。所以好喜歡好無意地見到呢個人，一個中學生佢竟然喺自己嘅手機裏邊擺咗一張好簡單嘅，即係話佢願意讓人哋手機人都見到啊嘛。佢成日揸住手機，可能佢啲朋友一定會見到佢手機上邊有耶穌聖心嘅相喺度。佢唔害怕讓人哋知道佢係一個教友值得我哋敬佩嘅一種勇氣。特別係我哋今日年輕嗰一代擺 Hello Kitty 就有，擺 Snoopy 就有，擺耶穌聖心就少咯。我哋會擺好多其他嘅嘢，硬係唔肯將一個宗教嘅標誌攞出嚟，就缺乏咗少少嘅勇氣。呢個係天主聖神幫助我先至有咁樣嘅勇氣去做嗱。你不妨注意下你身邊啦，有人有呢一份咁樣嘅勇氣，讓人哋知道佢係基督徒。我舉啲例你會見到有啲食肆，我唔講邊間啦，掛咗好多聖經金句喺度，你估到佢係信基督啦。你去到見到㗎，我都見到喺我哋附近嘅食肆，一入去你見到哇咁多聖經金句掛咗喺度嘅，睇你就知呢個係信基督。呢個好簡單就已經有勇氣讓別人知道呢一間食肆嘅老闆係信基督嘅。或者話我哋有時都有機會去睇醫生我發覺有唔少醫生嘅診所裏邊係有宗教嘅標誌，擺唔同嘅宗教標誌。起碼我記得有一個醫生擺聖方濟嗰個十字架，一睇就知道聖方濟五雙嘅十字架。呢啲一睇你就知道呢個係天主教徒佢擺到喺門口㗎讓人哋知道呢個醫生係公教嘅醫生。少少嘅行為就已經讓人哋知道你係做緊一個見證，你勇敢地向人哋冇講嘢但係少少嘅標誌就顯示出我係信基督。天主聖神俾到我呢份勇氣，用唔同嘅方式表示耶穌是主都讓我哋每個人以唔同嘅方式表示聖神臨在喺你身上。我哋需要聖神嘅推動，先至能夠有一份咁樣嘅勇氣所以我就話，當我哋講聖神與我有啲咩關係嘅時候，我就會特別強調呢一點聖神俾到勇氣我哋喺別人面前承認自己係基督徒。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